區嘅讀者，我係 Kevin 朱鑑賢，我識有主見啦，有自信咯。喺啲內衣褲嘅時候咧，經歷係大於一切咯，所以我覺得去旅行咧就會係最特別嘅。試過有一次，我女朋友我哋食完飯，我就行咗成日街，跟住佢嘅高踭鞋咧就着到佢隻腳損晒咁樣。咁咧，咁嗰日係冬天嚟喎，佢就好辛苦咁，我咁點啊咁除咗隻鞋俾你咯，咁我除咗隻鞋俾佢。遲到，但我覺得如果我係尊重我另一半，我係應該督促自己一定要準時。一班朋友一齊，我會想佢哋幫我手，製咗啲驚喜俾佢。最好係真係驚喜少少咯，即係唔好盡量唔好穿崩。但係我覺得係最主要係同朋友一齊分享，同埋家人一齊分享呢個咁特別嘅 moment。想法一致咯，會接受到我而家做緊嘅。例如話係目前嘅話，佢可能有時候嘅時間表上比較即係難適應啊。咁可能忙嘅時候就好忙，得閒時候就好得閒咁樣，係啦。最主要係一定要接受到我工作上所遇到嘅困難咯。